随着雪山隧道开通，位在东台湾的宜兰成了许多人假日出游的后花园。这次我跟呱呱旅程的第一站就来到三星知名的天颂皮车站，只是我们的动作要快一点咯，因为火车要来了。哇，好多小花哦！对啊，你看那里有木头哎，这里以前是运木头的哦，是现在才开放给游客来体验坐小火车哦。我跟呱呱搭着复古的5分载小火车，欣赏充满日本风格的木造车站，也了解车站历史。过去有许多桃竹苗客家人迁移到宜兰伐木。三星的天颂皮车站早期是太平山森林铁道车站之一，虽然车站周边已不复见昔日光景，但我跟呱呱一边搭火车一边玩，也能想象当年热闹氛围。只是到了午餐时间了，我跟呱呱肚子饿了，不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？阿姨你好，你好。这里还有什么好玩好吃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第二点的哈，有个呢，面点的哈，在前面吗？对，啊，个有糖油面的，个有葱油饼啊哈，啊个葱油饼哦，葱油饼，啊个有脯的，等好吃的。要排队排很久吗？哦，排很久，排很久哦。宝贝，有葱油饼哎，你喜欢吃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走，谢谢哦。听完阿婆的介绍，才知道附近有这么多隐藏版的面店。只是面店森离清后，用餐的时间客人非常多，我跟呱呱得要赶快去排队才行。妈咪，面店森林清后。对呀，我们还要再等20分钟哦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因为面店森离真的是清后哎，对不对？炸的金黄色的脯肉，一口咬下，酥中带软，咸咸又甜甜，还有一点家的味道，这让我跟呱呱食欲大开，一口接一口，我们要吃饱饱的，因为等等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宜兰之旅。妈咪，我好喜欢吃脯肉哦。那你记得那间面店吗？记得啊。而且面店森离清后。